社之周全。木工野山左五经之经，座位三足鼎。金母陶西南五土之神，为偃月庐。水晶子地山后玄阴之时，圣真水居住于庐，安土服于中，故金鼎于上。是今专征南国桑之木，取真火运通其水。于霎间，熏蒸逼足鼎内之气，自太和中逼成灌底，俯腹下有气透。出知溪水中所含之精华自然。佛意吟诗，何宜升降，梦中唱美，意外云云，古老能消习玄关。莫会单头凝结，撒去摒气，抱斧出世，金光四柱，昔日始脸。恍老是今水晶静坐高祖神官，金母木工乃重立盘造于主架。于其上朝为其寒，下复阳光之焰。木孔其造，上施太乙之精。木工金母以精液练习之道，至于存神静养，一日忘机，处之闲。中其节抽天祭地，岁后江州，至以成之旗，彩蒙朝顶上甘露。打须弥，觉鼎内有声，木工金母二老之丹已熟。掀开鼎而视之，见中有一物合抱，金母顺手携一视之，乃阳相阴。而木工举起视之，是阴相差女，两人微笑而跳出五行鼎炉。即盘古氏，太玄一女，亦称亚当、夏娃，平惠匠人，正在此时也。兹时五行正气而生人，其天气外泄，分散天下，而生动直飞前等。五如五金、草木、河海之水、电光石火、城市动物等。捏土吹，系成人之典故，则源于此也。人本土作，土生土长，故死而还原。归土，创世继承，婴儿差女下凡而去，本为清净之体，因时凡间炫情境。火阴阳相交，故人类复此生生不已。缘由无极原始移动而生态，即太极含两仪阴阳，而化三才四象五行。一本散位万殊，故曰众生又谓之九六元灵，亦取天九的六之象，包罗无穷无尽，非仅九六一位也。五老亦化元灵，各应真气，故人生而五脏全，五气盛，此乃五老之功。世界各地人种肤色不一，北方见五色，东方人青色，西方人白色，南方人红色，北方人黑色，中央人黄色。其颜色正如炙，以土在炉中烧砖，火候不同，而生青白黄红黑色。园林下凡，出而本性淳朴，树叶遮身，心如原始，不知所以，故生而死，死而归天。但园林种子入土气久，变质变种，终已之。是性灵着重，有者亦不能死而归天，着重之气下沉，故地狱自死成矣。五老在天，归心欲绝，共欲收回之策，在不得已之下，五老亲去。
下凡分形象式投胎五方，各为五教教主，传教授徒，其普度收。然教主去世，教徒又多离经叛道，致使园林分散到心、身灵。公节商天地之和气。无量寿，寿应该是长寿的寿，这个字应该是长寿的寿啊。无量寿。真道普讲广。素元人为加速劝化之效，又在即非鸾产教，凡是天音。无道智化胜无道智化的观世音菩萨像。为普化苍生世切，故三曹于己未年5月初1日召开联席盛会。三曹主辖一绝，须将天堂风光泄露于世，引化园林回归极乐之地。助金母收元之愿，希天下苍生阅罢此书，皆能回心向善，皈依大道，返回天堂。园林会合，而登三清，聚一气，享逍遥之乐哉！祭佛，感谢道主谢尽天机，启化众生，因时刻有限，我将待扬声。回堂，后日再来拜访。道主好也。命道童排班奉送2位回堂。道童遵命。奉送祭佛及扬善生回堂，悉再来此一游。扬声，感谢道主开示经言妙语，先拜辞了。我已作岁莲台，请恩。